各位嘉賓，大家好。首先啦，我都先多謝資本平台啦對我嘅肯定啦嚇。我相信攞獎就絕對唔係屬於我自己個人嘅功勞啦嚇。咁就自己一個人嘅力量，我相信都好有限嘅嚇。咁我亦都好慶幸啦，我自己有一個好好嘅團隊啦嚇。亦都一路咧，我哋秉承住咧一個所謂我哋會德豐地產 One Team One Goal 嘅精神啦嚇。咁我哋大家互相協作啦嚇，發揮一個團隊嘅精神嚇。咁所以先有話今日嘅成績啦嚇。咁就睇翻今年我哋自己公司咧，即係今年嘅成績其實都屬於唔錯嘅嚇。去到今日為止咧，其實我哋都總共賣咗咧超過1800個單位嚇。咁我哋銷售嘅金額亦都超過212億嚇。咁其實已經超過咗舊年個銷情嘅啦嚇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咧，我自己覺得有陣時做生意嘅或者作為一個管理層咧，其實唔可以話單係睇自己做幾多生意，或者用一個銷售嘅金額咧去衡量即係一個成功作為一個標準啦嚇。咁我覺得我哋作為一個公司嘅，除咗係獲得一個盈利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要平衡一下所謂企業嘅管治啦，一啲社會嘅責任啦，亦即係咧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噶啦，所謂 ESG 或者可持續發展嘅理念嚇。咁就睇翻啦，今年其實我哋會德豐地產啦喺社區投資啦或者參與嗰方面咧，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嚇。我哋自己同火局、九龍樂善堂亦都攜手啦，去建造咗咧一個喺大埔過渡性房屋嘅項目樂善村。咁呢個項目咧，其實都喺今年啦，其實大概4月度咧已經落成。咁亦都係屬於咧成個大埔區咧一個最大型嘅過渡性房屋項目嚇。預計咧都可以惠及咧超過1萬名嘅居民嚇。咁我相信啦，都為過千個家庭咧提供一個好溫馨嘅中轉站嘅住所啦嚇。咁我哋定期咧，亦都會舉辦好多社區嘅活動啦，一啲節慶嘅聯歡啦，一啲就業嘅講座。咁我哋都希望啦，鼓勵啲居民咧，其實可以更加多嘅互動嚇。打造咧一個更和諧或者共融嘅社區啦嚇。值得一提啦，其實我哋樂善村呢個項目咧，其實最近咧都獲得咗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啦 RICS 頒授一個獎項，就係企業社會責任嘅項目嘅年度大獎嚇。咁亦都引證咗啦一個所謂官商民嘅無縫合作。除咗呢個項目之外咧，其實另外我哋自己喺公司裏邊啦，亦都有一個社會項目係一路進行緊嘅，就係學校啟動計劃 Project Recap。咁呢個計劃咧，其實我哋主要都係希望啦，幫一啲學生咧提供一啲機會嚇，例如一啲職場嘅實習啊、企業嘅探訪啦，希望幫助佢哋發揮佢哋嘅潛能。亦都由2011年開始到而家啦，其實我哋總共咧，我哋資助嘅學校咧，亦都增加到82間，受惠嘅學生亦都有93000名。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栽培多啲啦，下一代嘅未來嘅人才，希望佢哋藉住呢個計劃啦，其實可以令到一啲弱勢嘅兒童啦，有一個上流嘅機會，讓佢哋知道其實成功唔一定贏在起跑線，只要佢哋努力，把握機會，唔怕蝕底，總會有出頭嘅一日。呢啲例子，我相信都引證到啦。其實我哋會德豐地產啦，都將 ESG 融入咗我哋整體嘅發展策略裏邊。我哋不單止係要自己贏，我哋希望大家一齊贏，透過 ESG 回饋社會，創造更長遠嘅價值。最後啦，我都工作咗啦30幾年啦，咁都希望可以透過呢個獎項啦，令到我自己繼續向前，繼續努力，創造更好嘅成績。好多謝大家。